如果你当我就真的说真的啊，我说真的啊，那就不是我在讲话了，那就是我姐他们在讲话了，好吧？好，我现在过去，我现在过去。做人不要这样。我现在过去。我很狂啊，我真的很狂啊！我说真的，我从上我谁都没有怕、欸，我要怕谁啊？我要怕谁啊？小宇哥，你看要来吗？对，我要来，我要过去啊！我要过去啊！对啊，我要过去啊！真的很爱攻击桃园村庄，我不是很爱攻击桃园村庄，我没有攻击桃园村庄啊，我是想跟他们认识一下。对啊，所以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我是没有看，我去桃园，他们应该也不会动我啦，看不会动我。那我也说了啦，你要么就打死我了。啊，那我现在出门了，我现在出门了，现在出门。记得，好好好，我现在过去，我现在过去。小雨，你等我，小雨等我。我们不要理一些酸民了，不要理一些酸民。哎呀，我现在过去，我现在等我，等我。我说到已经到。啊，我说到我已经到，等我。等我，我收到我晕的。嗯，我收到晕到啊，我收到晕到啊！你妈你妈几万干人家招讨厌他妈我气啊！然后是靠背啊，靠背靠背啊！几万拉不起来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拉了不拉了。我已经去了，我已经去了。他妈桃园又不是说他们有人，他妈桃园不，他妈桃园会一大堆人。哎呀，我已经去了，我已经去了，我先过去啊。嗯，好，OK OK OK。二姐，姐帮我叫电车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叫电车。好，姐帮我叫电车。好，等一下。嗯。嗨，大哥。哎，那个，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你带我去吃什么？你别再吃姜母鸭了，干你急了，真的是。下一个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下一个你要带我吃什么？一路好走，不会啊，不会一路好走。下一个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嗯，欢迎能欢迎你啊，真的吗？嗯，好好看。嗯，下一个你要带我吃什么？下一个在吗？下一个在吗？你要带我吃什么？对啊，我要去桃园，我要去桃园啊。好，嗯嗯。我下一个你要带我吃什么？下一个，下一个不在啊，是打，是我被打是吗？那你要看看是他妈是打谁啊？下一个在吗？下一个在吗？看你啊，哎，下一个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下一个，你要吃什么？哎，很冷哎，很冷，真的很冷。
这么早了，你吃什么？要不然，哎，要不然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？我们吃火锅好不好？对啊，我去我老婆家，然后看她吃什么，我们再吃什么啊。你要打电话闹人，我是无差呢，我是没有差呢，我是没有差呢，啊，我是没有差呢。我就说我从头就一个人啊。哎姐，什么时候到？我在找车，叫不到车哎。怎么说？那怎么办？不要啊，这叫车叫不到。哎呀，我还在叫，我又换别接，叫不到，奇怪了。为了没有车了，你还在找，还在找车。多穿一点，不要让它感冒。OK 啊，OK 啊。恁大家跑步啊，大家面对着啊，是爱面对着啊。你找偌济人，你找偌济人，我拢不要紧啊。你找偌济人，我不要紧。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。对的喽。看小孩，对啊，去看小孩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我要去看小孩啊。怎么样哎？怎么样哎？现在非洲大就好玩了，是哦。非洲大就好玩了。叫不到车哦，很多少人。啊，叫不到车，没关系啊。啊，没关系啊。10分钟要等。好，等啊等啊等啊。10分钟哈，等一下而已。你好像为什么要回家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为什么赶快回家？我不知道哎。不知道哎，我今天就是在桃园啊，我要去桃园。我就是在桃园啊。我想看看桃园人到底是他妈这么勇敢，他妈的敢动我这个人。我想要看一下，我想要看一下，我想看看桃园是不是真的这么勇敢，他妈敢动我这个人。对啊，我想看看。那需要北上资源吗？靠北啊！你啊，你北上资源塞恁鬼啊！你也是啊，你妈啊，敢碰我这个？什么都在道歉哦。好，现在是不是被包起来了吗？还有什么？真的不要甩。哦，也帮我看看好不好？也帮我看看好不好？嗯，我后来想一想，你也帮我看看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也帮我看看。松开头一波回来，一次不够要2次。等一下。嗯。啊。然后就教他怎么放，然后就把它放。我一定要休息一下，真的，
我先打给我老婆好不好？我先打给我老婆好不好？对啊，我先打给老婆，然后我等一下看怎么样，我再过去好不好？打给老婆，然后我等一下看怎么样，我再过去好不好？